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昨本土病例增加180例，其中台北市有89个人，新北市有75个人。烦恼刷来负压病房可能无够用，指挥中心是宣布讲，轻症也是无症头的患者会送到集中检疫所来隔离。体检了后 ，CT 值超过34，病毒量真低哦，每个传染就会使来解除隔离，转去社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有警报，一日大增加180名的本土病例，创下疫情以来一天确诊新冠的纪录。本土个案是68位男性，112位女性，年龄实在无满5岁到80外岁，其中一个以台北市89例上最，佮再来是新北市75例，彰化县6例，宜兰县甲桃园市各4例，台中市甲基隆市各1例。在里面看起来还是从这个热区出来，还有接触者，相关的一些关系，已经有厘清的。然后剩下的是尚未厘清感染源。为了因应确诊的病人快速增加，烦恼病院负压隔离病房不足，指挥中心未来对着轻症也是无症状的人，会转到集中检疫所，一人一室来隔离，而且出院也有新的标准。专家会议小组建议，若是检查出4地大屋也是等于34，代表病毒量低，就使解除隔离，转来到社区。从负压隔离病房或专责病房转到集中检疫所。之后，确定了以后可以安全回到社区，我们就再让他回到社区。有上报疫情提升警戒到第3级，但是中山记者会了后，佫临时宣布，即日起暂停上北的社区式登记账户服务2礼拜。因为大部分有很多的在日照里面湿冷的程度都不是很高那有一些就是基本上还是可以自理生活，那当然有一些是没办法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会专线请居家服务的单位来提供。但市长强调，上北的疫情真严重，即日起到5月28日进入第3级的警戒，民众出外若是无挂喙暗，相当刑罚100块，违规来聚会、宗教活动要特定的场所无关起来，相当刑罚30万块。呼吁民众爱积极配合各项防疫做法，共同来严守社区的防线。记者综合报道。昨上北市提升到第3级的警戒，5月28之前，民众出外拢爱挂喙暗，嘛停止室内5个人或10个人以上的聚会。全国的部分休闲场所拢爱先关起来，正向了境的活动先暂停。各中以下校园无要对外开放。昨天一天新的确诊人数就高达180多人。为了要保护全体国人同胞，政府必须依《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新的状况做出更强、更大、更及时的规范。本土确诊数大增加，政府紧急召开会议，也向总统蔡英文报告，决定升级上北的防疫3级，有关到3级，即日起到5月28日，为期2礼拜。我们的新北市或是在北市万华所设的筛检站，阳性的筛检率都从3%到10%不等，所以看得出来这几个区域事实上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风险。新北市跟北市，这算是我们这一次要升到3级的警戒的区域。那时间从5月15到5月28号。以2个礼拜，先做这样的一个紧缩的管制。避免疫情扩大，中央采取必要做法。对3级警戒，上北市最适防疫的指引包含：出外全程挂喙暗，避免无必要移动甲集会，停止室内5人、室外10人的集会，各场所落实人流的管制。企业启动异地也是远距离办公，餐饮的场所落实实联制。公共场所甲大众运输加强清洁甲消毒。更加呼吁在第2甲第3级警戒范围的人员，减少区域中间非必要移动，更加扩大台北市网甲地区的检查容量。那这一次我们把双北拉出来，那其他周边的区域没有放进去，那主要就是要让这2、3级区域有所区隔。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界限的存在，避免不必要的2、3级之间的一个移动。那上北病毒流传最关市，中央紧缩全国防疫做法，双部休闲娱乐场所应该关起来，全面停止进香团甲绕境的宗教的活动。各中小校园无对外开放，各个社团更加爱停止交接的活动。苏贞昌15下晡佫再来到指挥中心。
一定要中央地方大家合作，然后就相关的物资一定要让民众了解，我们都准备充分。因应防疫升级，指挥中心也甲各县市实行防疫会议，苏贞昌也亲身参加，及时来掌握各地疫情的状况。记者自综合报道。双北市阁有基隆桃园是同一个生活圈，基隆市桃园县甲宜兰县昨嘛宣布讲，正在准备3级的警戒哦。除了5路场所暂停营业，嘛呼吁民众尽量唔通去双北地区。桃园市长郑文灿嘛宣布讲，桃园的4大夜市5月28之前暂停。本土疫情升悬，双北即日起升级3级警戒。双北市长侯友宜呼吁北基桃共同生活圈的基桃加入。基隆市长林右昌下昼宣布采取等于第3级警戒区域防疫应应措施，采取积极的防疫的措施。那么北野基桃是一个首都生活圈，我也一直强调防疫一体，同岛一命。宜兰县下昼召开防疫会议了后，也宣布进入准3级防疫，因为基隆、宜兰、桃园达港到双北通勤密切。林祖苗也表示会加强交通运输的防疫措施。将加强转运站、火车站等这个消毒，也请民众非必要尽量不要到双北去。基隆、宜兰、桃园拢将防疫警戒提升到准3级，不过这2天假日敢是关掉人真济夜市。基隆市长林右昌表示，庙口夜市业者防疫意识真悬，将会因应未来疫情，继续进行联动式对应作为。另外，桃园市是宣布4大夜市停业。夜市的人潮有一半来自双北，那因此市府跟夜市自治会经过协调，决定休市到5月28号。桃园准3级防疫作为，除了10来5人、户外10人采实联制单线管制，其他防疫措施拢比较双北办理。郑文灿也表示，这摆确诊人数大大升悬，桃园市将全力协助病患的收治。另外，也宣布针对为双北通勤到桃园大约900外位的公务员，将会当采取地处办公。记者综合报道。昨天台南嘛出现一个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个病例是对邦桥坐火车去台南，后来则验出胃着病。卫府算伫昨天公布的180例中哦，知影有人为着台南的火车头嘛需消毒。目前高雄佮屏东嘛做第3级警戒的准备。消毒人员穿装备一透早出现伫台南火车站柜台，执行消毒工作，引来不少关切。原来是台南市卫生局透早发简新通知，有一名乘客为邦桥站坐117次自强号到台南车站，确诊得到新冠肺炎，台南车站需大消毒。在台南那一例在他们卫生局出来讲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疑似的个案。那刚刚采检的结果也刚出来，那是确诊的是确诊的个案。送到医院之后呢，就直接采检，然后筛检初步是阳性，然后等到这个进一步的 PCR 的检测，确定是阳性，就马上直接进入负压隔离病房。所以呢，他基本上没有跟外界暴露跟接触，唯一现在可能跟他接触的部分就是跟他同车厢的人，还有他的家人。指挥中心证实，这名确诊个案无列入180位本土案例名单，因为伊确诊前在大众运输工区。台南市长黄伟哲提出呼吁，客运代替甲高铁拢爱实施实联制。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认为，在当庭建议采实联制，因为台湾自治生活圈移动真接。高雄市也提升防疫层级，进入准3级防疫警戒，同时非必要的公务旅行拢停止，无鼓励员工出校到上北。人员的移动还是会很频繁，所以很难避免说这种在这个城市间的这个旅行人员的移动，这个很难避免。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防疫标准要升级的原因是这样。我们也特别用准3级来超前部署，那未来在整个一个相关的防疫措施呢，可能若干会造成县民的不便。屏东县同款提前准备，宣布全县提升为3级警戒。除了配合全国防疫因应措施，县立图书馆甲社福等公有官舍、社区关怀据点也暂停开放。县府也表示，因为中央已经取消也是延后相关的会议，所以无需要特别规定公务禁止前往上北。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中教育会考，总有20万的考生。昨暗暝统计有170名的考生受到疫情影响，其中有161个会去参加月底的补考哦。今仔会考继续，若是学生有发烧，也是有一寡镜头，得先安排到备用的考试场考试。考生请出示准考证。考人员伫校门口交代检查准考证资料。高中教育会考15正式登场第一天考完，到15暗时11点半为止的统计，全国有170个考生受疫情影响，其中161个该参加月底补考，4个已经确诊新冠肺炎的考生是无参加考试。面对疫情严重，各地方政府拢尽细致。考场它有设置隔板，这样考生考完试要用餐的时候，有这个隔板，可避免彼此交谈造成的飞沫或气溶胶。考试拢爱挂喙安防体温，市场的窗仔开5到10公分，各爱做消毒，为避免人真济。会考无开放备考，暗过会考时学生人生当中第一摆重要的考试，无法度备考，也何必叫家长真唔甘。对他们来说，算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魔王关，独自去面对，其实也是有一点舍不得啦。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真的那么妈宝。那我相信孩子平常就已经有很多的练习。今年全国差不多20万名的考生，分别伫18个考区225个考场。启动70间2类有备市场，相关单位采取防疫从严、认定从款的原则，才有纪律，就先安排到有备考场。一般违规行为总计有44人，今天共启用了70间第二类预备市场，有98名考生在这个市场应试。高中会考第2天会考自然甲英语，英语考会用阅读甲听力2阶段进行。国教司长潘副官表示，会观察考生解读隔离期限，佮看个案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台湾的疫情长的滚架，有专家指出，疫情唔是只有国内本土病例尔，边境嘛是袂当放零，预防性嘛是一个大问题。有专家建议讲，指挥官的层级应该爱提悬，互行政院长苏贞昌来接手哦，负责甲各部会来沟通协调，互陈市长会使专心防疫。再来看自由时报，国内疫情严重哦，真侪人嘛烦恼讲会去影响到股市。财政部是表示，8亿国安基金会会先观察，有可能会来开临时的委员会讨论，敢要进场来护盘。再来看中国时报，昨上北市提悬到第3级的境界。超级市场佮大卖店有真侪民众拢会抢物资，经济部伫昨嘛要求业者限制卫生纸、泡面、米佮罐头等4大类的民生物资，一个人只会当买2份。经济部嘛强调讲，民生物资拢有1个月到6个月库存，会补充民众是唔免抢。再来看昨超商佮大卖场人拢吵来抢买物资。也毋过，总统蔡英文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是拢呼吁民众，物件拢有够哦，民众唔免抢，会使安心。架顶空，罐头拢已经卖了，一箱一箱的泡面未赴摆起架顶就已经拆卖。本土病例一捆头增加180例，双北防疫层级提升到第3级。北部的卖场已经出现袂少采买的人潮。另外，伫咧北部出名的美食卖场人也袂少，食物甲卫生纸上侪人买。伫惊去为着变种病毒，有民众甚至挂防护目镜，拢手套，请航空公司出的防护外套来买物资。觉得政府的管控真的蛮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应该要重新审视所有的防疫的措施，这样。We bought a lot of chicken, some fruits, eggs, and some vegetables. Taiwan is doing a better job than our country is. Just people keep on being safe and taking all the precautions, and we are gonna be good. 本土疫情压起来，卖场一方面严格控管入场的人数，加强消毒、防体温。即马就加民众囤货，袂少卖场拢有限制民生物资、甲防疫用品的采买量。咱的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国内生活甲防疫物资有够，呼吁民众莫抢买。记者阿明金林学凯台北报道。
再来看新竹市嘛已经要求10类的娱乐场所嘛拢爱先暂停营业。新竹县嘛来加强稽查，提高零检的强度。疫情升温，新竹市宣布对14号凌晨开始，包括酒家、三温暖、夜店等等10大类娱乐场所，配合防疫政策暂停营业。新竹县的部分14号暗时派出联合稽查小组，针对娱乐业者看是不是有遵守防疫规定。正值国内防疫关键时刻，在此呼吁业者务必配合做好防疫工作，如10连制、佩戴口罩、量测体温、梅花座、实施消毒等等，以防范疫情扩大。针对确诊者进前来过部分地区，卫生局人员嘛加强区域的消毒工作。做生意的业者讲，为了安全，会暂时停止试食，嘛希望来佚佗的民众嘴安爱挂好。听到客人听到都不敢来啊。我们最近都没让人试吃啊。店家自主性的要管理，客人的话，我们尽量要劝导的方式，就是不戴口罩的，我们尽量要劝导。游乐园的部分，除了定时消毒游乐设施，嘛控制游客人数上侪50%，随时注意疫情发展，加强相关的防疫措施。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观众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交通部公布讲6月7日之前，代替的对号列车佮有高铁拢暂时无要卖客票。民众若是违反规定，上侪会当罚15000块。车头嘛禁止食食咯，上北市的客丁车嘛必须爱专程挂喙暗，嘛禁止食食。新客一落车就爱马上消毒。嘛有阮讲是讲这几天客丁车嘛拢无啥人要坐咯。本局对号列车取消站票。话台继续公布，台湾本土疫情上升，指挥中心提升双北疫情警戒到第3级。交通部对大众运输提出多项防疫作为，像5月15到6月7日代替对号列车，也有高铁列车禁止客票，违反的上当应罚15000块。若有登记票、悠游卡甲一卡通这电子的票证，爱改坐区间车、区间快车。就拒绝说大家太密集的空间，大家会交叉去感染到这样子。台北车站已经打公告，禁止乘客在车站付费、单车所在甲车顶食物件。不过，有望民众无爱顾别人的安全，伫车站内底啉饮料。即阵禁止饮食的站点集中上北的车站、各大转运站的付费单车区，也有上山机场航空站内底休机室。而大众运输会配合上北代替区间车，也有捷运来进行人流的管制。主要是说双北的运输场站，我们现在是每小时要清消1次，然后收班的时候。深度的清消哈，这是最基本。然后在过去我们禁止饮食的部分在车厢，现在会扣到所有的候车区。另外，东北角甲北关风景区以及上北观光游乐园也拢关起来。交通部更加要求上北营运的客运车落实专程挂喙暗甲禁止饮食，每一撮载运人客应该马上清洁消毒，每一天收班了后也要全部来清洁消毒。也过疫情上升，民众也无啥爱坐车，台北车站外口真侪客运车伫遐等人客，也过司机讲拢等无人客，生理差有够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对昨开始，所有公家的场馆，佮有10大特定的行业拢先停止营业，包括台北市立动物园嘛先关起来，这嘛是动物园有史以来头一届因为疫情关门。另外，台北故宫嘛暂停开放，这嘛是开馆以来的头一届。台北市动物园的人员甲停止对外开放的公告囥伫大门口，平常是假日，则是满的游客。不过，因为台北市政府14号宣布动物园等等的公有场所为了防疫暂时来关起来，大门口是规个空。等到附近的民众因为知影遮无开，带囡仔来遮耍。因为住附近，然后知道今天动物园没有开，所以来这边就是带小孩空旷的地方走一走。动物园嘛规划冬令分流分区上班的机制，好来维持照顾这些动物的各项作业，并且嘛加强防疫来保护动物安全。尽可能降低不管是游客来到动物园会出现的风险，或者我们面对四面八方来的游客对于动物园的同仁或者是动物所造成的可能潜在的风险，所以目前是搬到木栅以来，那我们因为疫情而关园的头一遭。
这一波台北市政府为着防疫，宣布为15号开始暂停开放的所在，包括着10大特定行业，像是舞厅、酒家、三温暖、夜店等等的娱乐场所。另外，还有委外营运单位在内的公有场馆，像是各区的行政中心、运动中心、区民中心、公民会馆、交通裁决所、图书馆、就业服务站、天文台、动物园、儿童乐园、美术馆，还有苗空缆车。15号一透早，这苗空缆车嘛拢停止运作，工作人员嘛利用时间来整理附近的环境。另外，国立故宫博物馆北部分区嘛是为15号开始暂停来对外开放，这嘛是故宫北部分区开馆以来第一届全面来停止对外开放。记者张志荣、陈新良台北报道。因为疫情的头5月14日刚哦，都有超过32000个民众去注疫苗。指挥中心昨晚宣布讲要先暂停注自费的疫苗，但市长是讲伊家己会等后一批疫苗来才注。指挥中心嘛公布基因定序的结果哦，最近几件的社会事件大部分是拢甲华航技术诺富特饭店的这个案件，为着英国变种病毒有关系。我礼拜一不会去打。礼拜一不会去打，因为现在打得很热络哈。那我怎么样都会撑到新货到达，我才会打了。原本要伫后礼拜一做第2剂新冠疫苗的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注射计划暂停，因为国内疫情大爆发，民众注疫苗踊跃，暂时更加是创下单日新冠超过3.2万人注射，其中公费占29000多人，自费是有3000多人。也互陈时中决定做第2剂疫苗，要顺延到后一批新回购才来做。一向都是礼拜5接种人最多哈。因为大概是顾虑到这样的一个休息的时间等等的所以打的是最踊跃但是这个也是3月22号以来的一个最多的一个量。注疫苗人数破纪录，但市长宣布自费疫苗暂停预约，也就是讲目前无预约的民众要等到后一批疫苗入来，才会再次开放。不过已经预约成功的民众无受影响。另外，各地陆续发生几啊件感染管事件，指挥中心也公布相信病毒基因序列互相有高度关联。机师旅馆相关，或者是泸州案1203，或者是罗东游艺场万华茶艺馆这些都有蛮多的个案那已经都被定序出来是相同的序列的英国变异株遭到群聚感染事件，西亚会罗东游艺场甲艋舺地点指挥中心证实，甲真正爆发的华航技术诺富特旅馆案，真侪件个案有共款的英国病毒株，虽然发生地无共，却也代表4个事件中有共款的传播链。另外，也有2件技术案，分别是1102的家庭群聚甲技术11011102，甲这个事例无共，较无关联。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疫情嘛无较长好，印度一天就增加32万的病例哦，逐天的死亡人数嘛要4000个人。另外，哥伦比亚疫情嘛是个继续的滚价，重症病房使用率超过90%，死亡的人数嘛超过8万个人。印度进前标出恒河内底有互放水流的患者遗体，伫遗体打捞上岸了后，即马港界区域，结果发现漂流伫河水内底遗体，引起民众不安。बॉडी की स्थिति थी उसको देखने के बाद तो ये लग रहा था कि बाड़ियां काफी पुरानी हैं तो मुझे ये लगता है कि गाजीपुर चंदौली के जिलों से भी बह करके यहाँ तक आई हैं क्योंकि गामर में गंगा जो है वो कर्व है और इसमें धारा बिल्कुल नहीं है तो जहाँ भी यदि हवा उठी तो जो नदी के अंदर फूली हुई बाड़ियां हैं वो किनारा पकड़ ले रही थी और इस कारण जो है ये पूरा इलाका जो है वो डेड बॉडियों से पट गया。印度过去24点钟增加超过32万名患者，核总确诊人数达到2437万。这和澳洲烦恼伫印度的国民健康，派专机飞去印度，载80名澳洲国民倒转去，除了必须要接受2届的检疫，拢正做阴性才会当坐飞轮机。如果转去了后，嘛要隔离检疫2礼拜。同款疫情严重的，还有哥伦比亚，到当地10时为止，死亡人数已经累计超过8万人。而首都波科大因为病人增加真紧，医疗体系内底 ICU 重症病房的使用率已经达到94%。各其他大城市像麦德林、卡利的医疗系统，嘛已经负担超过90%。另外，日本疫情虽然严重，却无取消奥运的举办，所以巴西政府目前嘛开始针对运动员、教练、加工作人员、记者进行大规模的注疫苗计划。公新闻陈时同编译。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
部地区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7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加24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